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来研究汉诗。古今常在咧讲，千诗万句写台湾。汉诗内底看会到世情，看会到山水，看会到一代过一代台湾人的人生观。咱来听邵永和一首台湾的德基词咧写6年文。见面你讲铁板3年倒7坤，群星激浪海天昏。任教古笔难勤烦，天险生成6年文。先来讲典故，讲邵永和是安那来台湾，煞唔知讲清朝时代一摆福州关城火烧，拢总烧去50万斤的硫磺，烧一个无去。福州知府身躯边一个武士名叫邵永和，伊讲我家己请命，人讲台湾北投有出硫磺，互我带一家人来到台湾，将硫磺采转来报好无？有影。邵永和前对6年文者对安平这方面要上路。结果还未上路，伊就开始写诗啊。看到讲1群星、2群星、3群星，这拢一轮一轮的沙洲啦。啊，毋过表面上看，敢若沙洲，海洋拍落去，天昏地暗哦。所以伊诗句讲：铁板3年倒7坤，因为1群星、2群星安尼排过去，敢若铁棒咧啦。群星激浪海天昏，海洋拍着这个群星小小的倒数，天地昏动动，日月暗无光，海洋。已经有够悬的啦，所以第3句邵永和家己解说：临教古笔难勤烦。这个笔解说就是船，古咱知影大只船，搁较大只的船要来进犯台湾都有困难，因为使来到这，唔知影地势，唔知影海底有这个一粒一粒、一轮一轮7群星会倒，到这吼船破海彻底都会哦。这正是天险，啥做天险？天地破败海防，或者天险啦，天险生成6年文。邵永和用诗来赞叹台湾的地理的景致。爱自少年都爱游历四方，所以来到台湾，沿路安尼行安尼看，到尾啊写一本书，咧记载风景，咧记载地理，记载台湾并不足原住民的生活。迄本书叫做《碧海纪游》。咱即满来要了解清朝时代台湾。邵永和这本《碧海纪游》是足要紧的经典，尤其内底佫记载台湾德基词，就是古今一首一首要教你研究诗句的内涵。